冇錯啊，又係佢，平治 R107。自從早幾日幫佢做咗 body check 之後，車主就叫我哋盡快安排施工。事不宜遲，叫師傅嗱臨開始拆件先。真係唔拆唔知道，一拆先發現，原嚟咁多地方已經係受穿咗。師傅話冇問題，搞得掂，等佢哋拆埋其他件先。